间感伊伫世间当中去修才会当提升咱的美好，提升咱的境界若要离世为菩提离世为菩提，较有由土教，搁亲像土教有教，咱拢知影土无教你离世要为菩提，要找到迄个智慧，敢有可能？就参像讲伫个土仔身上要去找这个共款，终结终结不灭你安尼经过了千万劫呢，共款无法度去找到这个这个菩提所以佛法要修佛法就是在世间当中来修啦。但是世间当中咱知影人生就是一场的修行嘛有时候有讲一句话讲着真修道人，不见世间道不见世间道但是咱知影，咱今仔日读了遮尔济是非善恶对毋对，咱拢清清楚楚外面人咧做代志，人做对做毋对，人做毋对时阵，你敢看有？有呢。清清楚楚，敢是这个人做了怎？这个人做了好毋好？这个话讲了有圆满无圆满？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清清楚楚但是有时候别人讲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道。咱拢看有咱敢是修行人？咱敢是真修行人？这个道理，这句话就做说咧讲的这个道理，到底是要安怎来解释？要安怎来体会？靠一切是是非非，伫咱的内心当中拢清清楚楚。修行的态度就是真实依对的。什么叫做真实真就是心主净纯诚，咱迄个心爱顺顺那叫做顺呢？顺就是无污染，没有污染那么心就是不虚嘛，实讲话就是伊内底，伊这个茶内底是无虚的，伊是实白的真实依对的讲咱爱真诚以待人这真诚是讲咱对人袂当有分别对待，袂当看人好也善。伫咱的日间中，伫咱的内心当中呢，袂当讲看这个人这个人是讲树顶，咱对这个人较好。这个人是善良人，对这个人会有所差别，这个无真这个无真那么信呢？信的讲要真实以对，这信的讲如实修，如实行。咱学偌济，咱知影偌济，咱做偌济。就咱所学所学的呢，将伊行出来，将伊做出来。无虚假啦。咱明明就是，咱底下内底就无呢。别人捐100万咱无呢，咱不要对人捐100万，打肿脸充胖子，安尼就唔对了，这不实这个是虚嘛所以就做说咧讲的这个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道呢。别人做对甲唔对呢，虽然做对甲唔对，迄是伊个人的代志。咱清清楚楚就好但是咱袂当有分别对待。这个人你食薰烟烧酒，要来道场，你唔通，你规身躯拢安尼全酒味。或者讲这个人安尼身躯安尼渣渣，清茶咧安尼邋邋遢遢，咱对伊安尼产生一个分别，即款的分别无应该是安尼，甚至讲一个人真正做毋对代志呢，伊有伊应该承担的一个结果，咱毋免替人去烦恼就对了，毋免替人去烦恼，毋通有执着啦，毋通有迷恋啦，着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做。你若是讲看到别人遮所做遮毋对的代志呢，你着安尼去甲批评，去甲指教，就说咧讲自非却是做。
你若是去甲非议啦，讲人嘛后壁话啦，表示讲咱的内心当中，咱家己嘛有偏差啦。即个做咱若咧翕着有若要描诗啊，倒一边去。靠右边走。咱看描诗是不是按正面去，或者按倒面就来了。这个右身左架，钢带嘛是共款啊。咱来去看人物件啊，讲演讲像迄个钢带，嘛是正面去，倒面扭落来。正常应该是来做就是讲讲，当咱若是会去甲非议，会去甲批评，会去甲指教时阵呢，表示讲咱的内心当中毛病啦。咱的心情就是同款，咱就是有受着污染，所以咱呢，我们会下坠，会下坠。刚才讲这个，佮另外一个意思讲这个道来讲咱前面咧比喻的嘛，开车，你若是偏去。偏左偏右拢叫做偏啊，偏左偏右就是你要马上注意得紧嘛，导正回来嘛，然后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嘛，有时候说咧讲这个真正修行人，咱是管好咱家己自己，咱的心量，咱的心情，咱敢有去受到污染，咱家己所做有偏差，应该是安尼啊，咱毋是咧管别人的因仔事啊。应该是要管好家己的心难事啊，是不是？所以呢，如实修，如实行。咱今仔是要来做修行这项工作，修道这项工作，咱将家己的内心修好，家己拢修无好啊，对管别人修了好唔好？这是本末倒置啊，本末倒置。